投资股票三大原则，投资股票的三大原则通常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。这些原则适用于大多数投资者，特别是长期投资者。分散投资 （diversification）， 不要把所有资金集中在单一股票或产业，分散投资不同产业、公司规模和地区的股票，可以降低风险。例如，投资科技股的同时，也考虑消费、金融或医疗等产业，以关注市场。长期持有，长期观点，股票市场短期很难预测，但长期来看，优质公司的价值通常会成长。避免间歇交易，专注于长期稳健的投资策略。选择财务稳健、具竞争优势的公司，并耐心持有，复利效应将逐步显现。研究与学科 （Research and Discipline） 在投资前，深入研究公司的基本面，如财报、营运模式、市场地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。制定明确的投资计划，遵守纪律，避免因市场情绪如恐慌或贪婪而做出及时决定。这些原则强调风险管理、耐心和理性决策是成功投资的基础。如需更具体的策略或分析，可提供更多背景资讯。